嘛，这个跨年暝一定是人山人海。 因为进前南韩梨泰院发生踩踏意外，台北市警察局防踩踏是出动950个警力来维安，更加出动6支这个强光的手电啊，会当照光1公里的范围，会当离上悬的所在，即时来指出发生状况的地点，让人员会当来应用。另外嘛，特别来出动警犬队。 维安特勤甲无人机的干扰器，嘛严防违禁品进入到会场，要互大家平平安安、欢欢喜喜来过年。 做伙迎接新的一年，2022跨年暝伫要到啊！估算今年会有真侪人，北市警局针对维安嘛做好警戒。对现场翕到的壁角会当看到电火灯光真清楚，强光对天顶拍落来，就像spotlight，所有人拢会看到这。伫暗时效果更较明显。北市警察局今年出动这种海巡署专用的强光手电啊，上远会当照甲2公里的距离。其中面对舞台的媒体区、音控区总共2支，另外观众后壁。 后送通道嘛有2支，边的议会和北市府这5点各有2支，只要有突发状况会当甲位置照光来提醒，都是要来防止韩国梨泰院的踩踏事件发生。民众呢跌倒啊，或者是受伤的情形的时候，我们会以这个强光的手电筒呢标注。 用上紧的速度，把生产好的玻璃物吹出来，警犬队完美演练。迄天嘛针对违禁品巡逻，另外包括维安特勤和无人机干扰器拢会出动，总共950位警力进行跨年维安。迄天市府高管分3阶段，对7点开始以市府做中心，开始扩大到半暝3点，包括忠孝东路、光复南路等等。另外嘛加派公车要来消化人潮。主舞台的观众席以及市民南北广场。 规划多组的防踩踏小组，以哨音、LED 举牌标示、扩音器及强力照明设备等方式，引导民众来离开。针对跨年设置防踩踏小组，做好完整的维安，要让民众会当欢喜跨年、平安回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